浩然正气，充塞满盈。唯独无气意气精盈，成就打功一心贯彻，一心一心九六乾坤，彼岸红灯，轻灾勿忽，时叩首。一叩再叩叩叩六叩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柔顺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无山地，莲花印证好三圣，坐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是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提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起堵，天下神会不安宁，心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绿线，显化在雨中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册在中央，古册在中央，母江县，通天桥，山险最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就朵朵金莲，前去超生，志得西来白羊连铁背每日至心常起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逆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统查个经，三官大帝慈悲主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主事，又是经典文部天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，为众生，引领36元将500根辅助，大道有香而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经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道真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入清初二挂甲兵，他就香而过光跨二海龙王来主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各去成功，弘扬鸟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明尊吴王赐命记下生，收湖南延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，众传
变得超变生，得超生，只念三遍神会和王亮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起路径，面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时空，时空在四口，口六口七口八口九口10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弟子赵长明，姓女张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很靠前时，弥勒祖师，关弥勒祖圣帝师，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波做慈悲做主，降到最低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真止自受自导，网络不顺了，动中断，圣旨遭革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各位浅显慈悲，谢谢自然，感恩各位浅显播控诵经，感谢天贤慈悲，感恩和田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队，各位护理的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再见，晚安。明天有几位班？几位班？大家可以上线。是，感恩。晚安哦，大家拜拜。再见。